师父今天要介绍的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从前有一个杀猪的屠户啊，跟一个和尚刚好隔邻而住啊，就在隔壁这样。而和尚呢，每一天半夜都被床下的蟋蟀吵醒了，他只好起来打坐。如此日复一日啊，没有一天睡好觉，精神很差，脾气也很大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就煮了一壶很滚烫的开水，把床下的那一群蟋蟀全部烫死掉了。事后呢，这个和尚十分的懊悔啊，感到自己犯下了杀生的重罪，实在不可原谅，因此他想要以死来谢罪。他很伤心地走到悬崖的旁边，正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这一位杀猪的屠户恰巧也来到悬崖的旁边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就问道：“师父啊，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啊？”结果和尚就说：“哎呀，别提了，我罪孽深重啊。”然而忍不住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杀猪的屠户诉说了一遍，就转身准备跳下悬崖去受死啊！哎呀，杀猪的屠户听完他的告白之后呢，就大声的说道啊：“哎呀，说到杀生，我天天杀，年年杀，我杀的猪比你杀的蟋蟀啊，不知要多几千倍啊！那要跳，我先来。”于是呢，这个杀猪的屠户纵身就跳下去了。就在此时此刻，悬崖下面飞起了一只凤凰啊，把这个杀猪的屠户接走了。空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说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和尚看到这个情况，又是一阵后悔啊，说道：“我怎么这么犹豫啊？我应该跳下去才对啊，为什么不让我先跳下去呢？”哎呀，他后悔。佛陀大慈大悲，佛教一再认为杀生是属于应受地狱报应的最大恶业之一啊。放下屠刀就是不杀生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指的不造一切恶业。那么不造一切恶业呢，就能得到种种的福报，进而能摆脱轮回，直到成佛。佛法是讲因果的，告诉每一个人要受持五戒，就如同我们儒家所说的五常嘛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做人的根本。这些做不到，就会引起一些苦厄或者灾难了。所以我们外在整个突发的意外事故，都是我们这个心念所造成的。这一念的心迷失了，就是众生；这一念心如果起了邪见，就是魔鬼；这一念心觉悟了，就如同古德所说的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就成佛。”我们人要成圣或者成魔，都取决于这一念心啊。师父一再的强调，告诉你们说，一定要念佛，因为你念佛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你念佛跟这个佛的心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。慢慢的，因为透过念佛，名号的光明普照，我们的业障消，福报就增长，智慧也打开了，我们的佛性也会显露了。所以念佛非常的重要。平常我们呢，心念都忽高忽低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，我们的心念是三变的。但是我们在那一种杂念妄想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念佛，把那一种散乱心呢，变成清净心，念佛的心，回光返照来自我要求，那么你的心性上就稳定了，就不会起那么大的烦恼。我们的心跟佛呢，紧紧的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念佛，一念佛就是靠佛，佛菩萨来救度，佛菩萨佛光普照，今后我们能够有黑暗迈向光明，有痛苦走向极乐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念佛的道理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告诉大家。阿弥陀佛。